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2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位患者是进前染病护理师所照顾过病人。国防部即马也改变讲法，讲要停医护人员，民众也拢真支持，主动传真侪物件去甲医护人员鼓励。日本东京疫情继续增加，也引起着日本国内伫咧讨论讲敢要停办东京奥运的问题。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这2个病例有一个是进前是染病护理师负责照顾病人，是一位90多岁阿公；另外一个病例是甲阿公带做伙厝内面的人。为福报着桃园病院感染事件继续扩大，个新增加2例新冠肺炎本土个案，881例是本国籍90多岁男性，今年1月因为其他疾病住院期间是由852例照顾，15出院，因为852例确诊，个被列为居家隔离，后来因为喙齿痛、个发烧、肺浸润，经过采检了后确诊。更大大查某囝882例也阳性确诊，881例是目前国内确诊患者中年岁上大的。主要的护理师都是由852来负责哦，所以那有可能在量体温、血压，或是在喂食或什么样的部分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接触到这个881啦。指挥中心表示，881例有3个查某囝，平常时由2查某囝、3查某囝伫病院轮流照顾。目前2人一切拢是阴性。个案1月15出院，由大查某囝照顾17，勿联络881例采检，不过因为伊90几岁，搁在床真歹采检，才迟无去采检。他90几岁有卧床，所以本来就不太容易能够去采检。好，所以为什么他没有采检的原因是，就是在17号没有被采检的原因是这样。那我们有一直在联系要采检，那刚好因为他有一些病痛哦，所以主动联系卫生局啊，所以这个当然医院也就主动做了一个采检。882例是60多岁退休人员，目前无症状，核酸检测CT值是35.6，指挥中心研判是大感染，后续也搁会采检，观察CT值是毋是降低。伊活动数大部分是出关，买3顿为主，疫调也在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也因为桃园病院的感染事件，伫今仔日又增加2个病例，指挥中心伫今仔日也宣布启动桃园病院专案，对今仔日开始病人袂当搁再来一个病院咯。门诊也限定讲爱回来复诊的患者才会当来，而且也甲接触者的范围列搁较宽。另外，若对是初6到19这段期间对病院入区出院的病人，因的健保卡会甲因记录做自主健康管理对象。虽然桃园病院发生这款的风波，真侪民众也主动送物件去甲医护人员支持甲鼓励。部立桃园病院根据感染新冠肺炎确诊的情形持续扩大，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桃园病院的急诊袂阁收诊的病人，门诊嘛敢若提供复诊。考虑到病人的权益。相关的，所以在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看这个回诊的病人，那这样对于就是说他的一个降载也有帮助。指挥中心表示，因应这个事件持续强化感染的关节，启动桃园病院专案，除了急诊袂阁收诊的患者，门诊敢若复诊。也若出院甲转院的患者，是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转院了后，嘛要住专责病房，14天隔离期满，或者是要刷出去进前，拢要搁一届做采检。出院的人嘛要居家隔离14天，基本安排采检。另外，1月初6到19，为列区出院的患者，会伫健保卡注记是自主健康管理专案的对象。病院清空了后，继续收治病人，还佫有做照护工课医疗人员，嘛会发津贴。病院持续落实内部路线的管制，人员袂下区行耍。针对社区接触者，隔离的人数会大幅度增加，来建立疫情的防火墙。目前隔离的人数增加到570个人。目前的规划是。医护人员有进去的，那每一班是1万块。那整体我们还希望说用隔离建立一个防火墙，用检验来确认一些相关的，那及早再从这样子的确认的个案再去做追踪。就在疫情加悬的时阵，不少民众为着表示对医护人员的关心，送饮料也有食的物件去步入桃园病院斗相挺。我们可以尽一点点力量大家就尽量帮忙。一天大概有1200到1500个，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爱心跟捐赠。这个确诊者捌去过的店头附近，
互真侪民众拢唔敢去交关，亲像是一品金汤豆奶王、功德海产餐厅。不过，这波特定道的风波当中，也是有少数的民众斗相惊。本来以为他取消，结果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要取消，然后他请我们加演，然后还告诉我们桃园人要桃园人。桃园病院发新闻稿表示，目前病院的装备充足，品质嘛无问题，民众唔免专工关过23，注意安等等的物资。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相信咱会甲台湾救好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发生群组感染事件，所引起国防部要求军官通卖去桃园出差咧。国防部第二支所改变讲法啦，伊讲大家拢爱做伙来挺医护人员。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也特别去到桃园鼓励医护人员，也来讲到国民党执政的5县市要求民众通卖去桃园的言论，真也出面赔回啊。桃园病院群组感染事件，互台湾本土疫情升悬。国防部19要求官兵避免进入桃园，引起议论。22国防部无要讲这代志，只提醒应该减少去高风险的所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群聚的地方，我们都会提醒官兵休假的时候尽量减少前往嘛。那你减少前往，那当然这个染疫的风险也就会大幅的降低。国防部强调坚定支持桃园的防疫工作，行政长苏贞昌也亲身参加桃园市防疫病院联防会议，改视讯方式为部了桃医的医护人员加油。这一刻，我们都是桃园人，我们都一起以桃园为荣，我们全国的同胞齐心合力，撑住桃园，守住台湾。桃园市长郑文灿向外界发声，桃园不是疫区，是守住疫情的第一线，希望大家防疫共心。不过偏乌金门婚姻者部分拿赢执政县市，进前要求公务员无必要唔通去桃园出场。学生囡仔毕业旅行避免去北部，被外界批评是人跋倒正人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加以驳斥的是，没有所谓蓝营县市一起来发动所谓避桃令这件事情，这是子虚乌有，而且是非常恶质的消息。我没有发布任何禁桃令或是避桃令，我只是依照中央指挥中心的最高防疫原则。那桃园加油，云林也一起加油。婚姻馆长张立生澄清，佮表达婚姻馆对桃园市的关心。金门馆长杨定国也表态支持。配合关系澄清，配合国防部甲陈市长才开禁桃令第1程，会善尽防疫责任。台中市长罗秀燕是上乱桃园市。我们不但没有禁桃令，而且我们还有助桃。坚持甲桃园共电线，还有表态电下防疫新北市。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面切指出，台湾无病毒也被惊吓害死，强调共同的特征是病毒，不是彼此。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发生群组感染事件，政府风声讲，桃园市卫生局有2名咧做疫情调查人员出现发烧的症头，经过采检，这2个人拢是阴性的。卫生局也请外界唔通乱摇。另外，伫桃园有一寡便利商店内面的座位，也因为疫情关系，对今仔开始无要开放予民众使用啊。就伫2日下晡，桃园卫生局大楼雄雄开始大消毒，办公室的员工全部出来伫咧卫生局头前的车路，特别引人注意。加长工清洁人员佮甲办公室的橱仔切的加强消毒，窗仔门嘛拢开开，保持空气通透。民众若要入去卫生所，嘛拢爱挂喙按磅体温，手嘛爱清洁消毒，遵守防疫的规定。因为桃园市卫生局团出有2个疫调人员疑似出现发烧的症状，卫生局表示，2个同仁2届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疫调的期间难免有风险。昨天是我们做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消毒，扩大框了1位，那框了1位，那我们也给他做一个居隔的单子，他没有症状，那也采检2次都阴性。那另外有1位他有其他的疾病发烧，那我们也紧张，也给他让他在家自主健康管理，也采检2次，2次都阴性。面对疫情加悬，嘛互桃园地区的便利商店真紧张，包括莱尔富、7-11甲 OK， 拢宣布桃园市各区所有的门市拢无要开放用餐区。另外，桃园市附近的病院所有的7-11便所嘛暂时无要开放。即日起，桃园县市所有门市座位区将暂停开放。还可以啊，因为毕竟疫情啊。也若专家便利商店是决定暂时内底用餐区也是会开放，目前的做法是加强消毒，每一个班消毒2届，一天6届。好事多是甲南崁店、中立店的座位减一半，而且嘛会固定消毒塞车。
都还有继续开放嘛？有啊，继续开放有。继续开放，只是加强清洁消毒这样而已。对。另外，这届步入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确诊者的行踪，扩大到餐厅甲旅馆。桃园市府敢会提供业者相关纾困方案？市长陈文灿嘛讲，纾困无问题，这是短期的现象。其实去年6月份了后，桃园的国民旅游振兴，只是这届疫情来了真凶狂，一定会积极协助加入纾困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大型活动拢停办。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停办是一个真困难的决定。也若游客减少的损失，敢会对业者进行纾困呢？交通部也表示讲，会看相关的预算再来做规划。一个为着牛年度案的彩绘高仔灯原本要挂起来，即阵只好先甲修好。台南市府社铺这电灯花每年挂上千个花灯，有花灯的磅空美名是当地年最一大特色。去年吸引30万人次来参观，今年因疫情的考虑，决定要取消。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我们是户外，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想试看看，但是因为接二连三，然后政府包括指挥中心那边疫情一直出来，然后我们真的承受不起那个压力。离屏东有20多年历史的潮州，今年市集每年吸引超过20万人次，也考虑疫情的扩散。经过公所开会讨论了后，决定停办，全力配合中央的防疫工作。哪怕在全国各地的乡亲一涌入之后，这中间有染疫的乡亲朋友出现，那这时候会造成大家的恐慌。那为了不要让防疫产生破口，我们在今天早上经过了幕僚会议之后，拍板定案要停办。就今疫情搁再上升，各地政府拢取消大型活动，台北、新北、基隆部分烟火嘉年华、马拉松、年会大街、新北灯会拢确定不办。当台湾的年最大型活动也差不多拢取消。台东早汉丹爷32年以来头一摆无办，桃园新竹婚姻灯会全数取消。中台湾多数县市的年会大街活动停办，中华寺庙取消路跑迎头香活动，高雄屏东也宣布取消过年期间的大型活动。因为观光旅游业因为最近的这个疫情比较升高那难免会受影响。那我们也在盘点所有的特别预算。那如果说其他部会能够还没有执行的也能够整体来运用。如果这一次的疫情波及的幅度是越来越广大的话，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旅客会采取比较保守性的旅游消费，那势必对于整个观光产业在这一波疫情影响到春节本来应该是一个旅游旺季的经济效益，它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学者分析，过年以往是国内旅游的大街，若是这波疫情有控制，国内观光市场可能呈现本地移动，民众自主转向低风险所在旅行甲消费。万一本土案例继续增加，恐惊各地饭店出现退订。不过防疫优先，业者只能配合政府落实防疫政策，甲感染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疫情调查的准确度更较悬，政府也甲警方合作，把本地摕来掠嫌犯的分量系统用在疫情调查当中。只要把车牌号码输入去系统内面，就当掌握到轿车所去过所在，连带确诊者行踪也拢看现现。跨年暗暝迄天，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违规出去参加五月天演唱会，互俗称天帮的电子围篱2.0掠到。而即阵国内疫情上升，为着提悬确诊的人疫情调查的准确度，其实也配合警方的一套分量的系统来进一步做追查。我们只要接受到那个卫生单位的通知，这样我们都可以透过监视器的辨识之后去追踪它。今日昆务中心规片的监视器影像，警察将压道路及时的情况。唔但安尼，真侪警察局早就甲中华电信来合作，整合车牌辨识，也佮有行车轨迹追踪系统。即要输入车牌号码，系统就家己来收查。各位监视器顶面马上就出现车辆去过记录点，互警方一日就使掌握这个行车的路线。而原本被用来追踪嫌犯出现的这个系统，即阵也多方来应用，真做防疫的工具。各个案件基本上都可以，大概是90%以上。另外，这套系统也北甲教育局合作，稽查和幼童接送车辆的安全。即阵政府搁再甲这个系统应用在确诊的人的疫情调查内底，要互因去过所在全部拢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的停车场会甲信用卡公司合作推出免费停车活动，所有嫌犯伫咧纳停车费的设备顶头套装一台 copy 机，只要用信用卡记录，就会当甲信用卡内面的资料提到手。嫌犯搁再去制造一张新的卡片，四界去开钱。目前大约有150名的受害者，金额尚无有上千万。画面上这10甫人一直咧操作停车场交钱的机器，摕信用卡录卡测试。详细一看，毋是咧交钱，是咧施工。嫌犯伫机器顶悬录卡座下边，另外搁加一块测录机。照民众若过卡，信用卡内尾就会被 copy 落来，进一步造成假卡。不太会去特别注意啦。停车的时候使用信用卡很少哦。如果他有提供优惠的话，会使用。对 ，maybe 如果你这样提的话，我下次就用现金了。对，还是会担心。因为袂少人会用信用卡免费停车优惠，所以嫌犯专门找甲银行合作，北部真侪间大型连锁停车场下手，尤其锁定转运站便宜且交通便利、人流量较大、无人顾的停车场，成功测录了后，搁去北部各大百货公司导入卖电子商品、金银珠宝，搁伫网络6折卖出去，得手金额差不多500万。测录机的形态有很多种，他们就是装在这一个刷卡进去缴费的盒子里面，安装了一个测录机，它身上可能也会安装，也会放一个小盒子。警方表示，受害民众信用卡被测录，拢是收到信用卡消费简讯，才知影互人导入。这摆抓到嫌犯是一对情侣，已经被以涉款诈欺、伪造有价证券、具体搁移送地检署。目前这也被导入的受害者有150人，各来10外间银行受害，损失上千万。警方呼吁用信用卡交钱过程，要注意入卡所在是毋是有故乡，四周是毋是有不明人士留伫遐，甲以现金支付，搁马上报警。记者综合报道。入冬了后，上摆的一场阴影空气来了。昨全台湾有22个观测站拢出现红色警示，特别是南部地区上界严重。另外，伫高雄林园的阿祖公司，透早因为反应器故障煞清出乌烟，环保局去稽查了后，依照法律甲你罚153万。乌烟一直冲出来，拖到附近的所在。高雄的阿祖公司在早起10点外，因为反应器的升温过程无正常，和其中的气体对紧急排放口排放，造成明显空气污染的情形。岁修之后起炉，那起炉的过程里面，因为它的反应器温度升高，那就跳脱。那跳脱之后，它一些残余的这些物质，就排放到燃烧塔。啊，这个产生一个严重的一个污染的一个状况，那这部分我们罚153万。因为环境的风潮影响，中南部地区的扩散条件无好，它会累积空气污染物，对离一开始测站拢是红色的警戒。台南的民众出外时阵就有感觉，有点那个眼睛也是不太舒服，骑车的时候看出去觉得灰蒙蒙的，差蛮多，跟台北有点差。那南部地形就容易污染物累积，那尤其是现在最近又有南风的云气又带上来，就是湿气会多，就会这几天的台南的形态就是有一些雾加霾的一些情形。除了空气污染影响以外，最近气温上升，不过台湾的南方有较湿的空气扫到北部，所以讲最近伫南部部分的地区可能有雨。整个降雨的几率稍微偏高一些哈，那但是这个雨的状况在今天晚上过后呢，明天开始呢，雨的情形就比较降低一些。连续几波的空气污染，加以以南的6个县市联合启动飞行计划，用飞行的工具要来强化对露天小物件甲逸散空气来源的稽查作业。环保署也提醒，伫云嘉南、高屏地区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出门拢要戴水安。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市有一个3个月大的查某婴儿，伫伊去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也无心跳啊。送到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回来。检方验尸了后，认定讲毋是去互拍死的。社会局表示讲，婴儿老母因为犯案掠去封关，出监了后有照顾婴儿，所有3届的照护问题通报记录，详细死亡原因恐惊过来调查。民警伫这栋社区大楼了解案情，因为传出一名3个月大的查某婴儿被发现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紧急送医也是救袂回来。套房里面是没有外力介入，也没有打斗的痕迹。那初步检视女婴的身体她也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21暗时10点，台中市西屯区传出10位婴儿死亡，警方到场初步了解，现场无打斗或者是外力介入的现象，检方也伫2日下晡上验调查死因。社会局表示，女婴的妈妈是社会局长期协助个案，去年因为案件入监出监了后，甲43岁姓刘查甫人住伫这个社区大楼，因为工作甲经济状况无稳定，生的量洪胎无法度好好照顾，经过社工评估，查甫婴仔被安置伫寄养家庭，查甫婴仔由妈妈照顾，不过也受3摆疑似照顾的问题通报记录。妈妈的部分确实她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所以本来就是我们脆弱家庭有在服务当中。对，那所以就是也是一直要提供一些协助，来让孩子的照顾状况可以稳定下来。双胞胎的哥哥先安置，那妹妹就一直是跟着妈妈的身边。那最近一次访视的时候，天气有一点冷，那因为衣服没有穿得很多，但是照顾的情形还算 OK。台中市社会局表示，女婴家庭被列做脆弱家庭个案，将会要进一步调查是早产也是无好好照顾才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期先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因为武汉肺炎的病毒会攻击病人的细胞，互因喘气变甲真困难。也因为安尼，这寡病人需要大量的酸素。伫拉丁美洲的疫情严重，人排队买酸素，甚至有人趁机会伫咧趁一寡恶心钱。另外，讲到巴西部分，因也是同款，而且是无疫苗、无医疗的情形之下，宣布停办今年的巴西嘉年华。排队排到落长，有几百公尺。这个人毋是咧排队抢买喙安，是摕罐罐排队要买送素。拉丁美洲最近出现欠缺送素的情形，医疗系统是强要崩盘。Como 8 horas. Estoy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aquí parada, esperando a que me recarguen mi tanque. Está muy escaso el oxígeno. 路透社伫墨西哥的市中心，问超过20间气体的供应商，发现拢欠货。若是好运，找到会当用24点钟的送素罐，就要160块的美金，要台票4500。这个计数超过当地一天上加工资的20倍，需求量是真大。为去年到今，送素的计数是起4倍。Que es lo mismo que nos convocan nosotros. Pues desgraciadamente a veces no se puede atender toda la demanda, porque la demanda está sobrepasando la capacidad. 同款出现欠送素的，还有已经超过100万人确诊的秘鲁、首都利马，气体供应商透暝赶工课制造送素，也是无法度应付济人的需求，因为新冠病毒会互肺、睾丸气体的功能变歹，造成呼吸衰竭，所以患者需要大量的送素，性命才会当维持落去。另外，人讲是地球心脏的巴西亚马逊州是变种病毒株的源头，因为当地送素无够，患者互送去其他州病院来治疗。附近的委内瑞拉紧急派卡车载送素去巴西。巴西染病的人数已经超过860万，死亡的人数超过21万。考虑到疫情持续压悬，疫苗无够，医疗系统制载袂调。里约热内卢市长只好伫个推特顶悬宣布，每一年2月份巴西的嘉年华取消，也讲若是延到7月份来办，嘛无任何的意义。En nuestro país son más de 50,000 compatriotas que han fallecido producto de esta enfermedad tan compleja. 确诊人数要200万。哥伦比亚当面临到第2波的疫情，政府虽然已经为 COVAX 疫苗全球处理机制当中分配到2000万吨，不过到今也无收到任何疫苗。目前因3大主要城市，当前的病房使用率已经到90%，真侪患者拢无人通甲斗相共，高不离种敢若会当放互去。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英国的疫情也是当咧严重，因2日一天就新增加37000多人确诊，特别到1300人死亡。英国政府也开始针对着注疫苗计划愈来愈快，也针对着部分的非洲国家限制因入境。也因为第2波疫情比顶一回更严重，因为医生也开始苦劝民众讲，要爱赶紧注疫苗才是。新冠病毒在英国夺走94000多条的人命。第2波疫情来了后，即阵各地病院总共收容39000多名患者，比顶礼拜增加4.8%，比去年4月大流行的头一个高峰期更加是加了8成。当前死亡率悬出1倍。Couldn't get to a kitchen without puffing and panting. Our mortality probably in the first wave for patients coming on to intensive care was around 40%. This time round we're finding that the mortality is about 80%. 加护病房真紧张，敢若像战场同款，医护人员工作量真大。
短时间内是一直送走过新的患者，也包括其他疾病患者的医疗，无令为你的感觉，予因压力真大。The decisions that we're having to make on people, the decisions that we're having to make on people that ordinarily would survive, are not surviving the coronavirus. 变种的新冠病毒传染性更加强，疫情之下，少年加中年的入院患者也在增加。也个民间对着新冠病毒以往有真侪错误的信息谣言，包含鼻医甲护鼻帮拢真空，也有真侪拒绝疫苗的讲法。所以医师甲为着病毒的患者，拢呼吁网民爱理智来应对。I'd love to invite those people into these hospitals and show them exactly what's going on through those doors. Because I'll tell people right now, it is a war zone in there. We're dealing with a war.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se people? Can't the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front of them? They've got no brains. Very angry indeed. 英国政府加强防疫，内政部长警告民众爱乖乖遵守防疫规范。下礼拜开始会对违规参加家庭聚会的人罚款800块英镑，累犯罚金是加1倍，上悬罚到6400块英镑，合代票超过23万，也扩大疫苗注射规模。有名的索尔斯贝利大教堂变身成最大型疫苗站，伫管风琴的性格城中为符合资格老人来注射，即阵全国大约有500万人已经注射疫苗。为了防止南非的变种病毒入境，英国政府宣布，伫日透早4点开始，禁止来自非洲坦桑尼亚加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入境的人。葡萄牙是宣布对23开始将至甲英国航班来杜绝变种病毒入境。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看线，咱来看到中国去。中国疫情犹原是真严重，伫今仔日增加94个本土病例，北京就3个，而且当地政府也宣布对中共政治核心地界东城甲西城这个区域民众进行体检。另外，讲到上海是增加6个病例，拢是发生伫市中心黄浦区。另外，乌龙岗甲吉林省犹原是真严重。北京市日的气温只有4度，暗过西城区公园内民众所排甲长落落，因为当地区政府宣布，即马开始要对全区民众做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隔壁东城区也要对咧做。今天西城区全员检查，得排几个小时吧。中国党政核心中南海等重要机关、各大班家、海协会等的涉台单位，甲真侪金融机构拢伫西城区。遮尔紧张是因为大兴区天宫医街道社区爆发群组感染，其中1名确诊者就伫西城区工作。封闭式管理的区域呢，也就是这个区域，非必要不外出，严格呢居家观察。中国卫健委日通报新增加94个本土病例，其中北京个新增加3例，医院集中伫天宫医街道，这所在6个社区日封闭式管理。上海个增加6例本土确诊，拢伫市中心黄浦区，东北省的东寨区、乌龙岗新增加77例，吉林新增加19例。大酒店，也就是我们公布的这6例的病例当中，是病例3和病例6的工作地，也是病例5的在上海的暂住地。新增确诊病例47例，其中绥化市望平县35例。河北也增加18例，石家庄高新区都占10例。当地警局发布禁行令，除了紧急事件以外，其他车禁止上街路，也伫每户打封条，禁止出门开港。江苏无锡的疾病防控中心通报，地球份进口樱桃的包装表面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反应。记者综合报道。Australia 政府走大成，准备要立法强制规定 Facebook 甲 Google， 若准有其他新闻内容出现伫伊的网站顶头，就要付钱予新闻媒体。Google 当地代表出席听证会了后，感觉真不满。若准 Australia 政府硬要推动，到时阵 Google 可能会退出澳洲的服务。澳大利亚当局调查了，发现网络科技的领导者谷歌甲社群媒体面册，伫媒体产业市场影响力实在是伤大，已经对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形成威胁。有时顶个月开始来研究全球头一层的网络媒体法，规定面册。谷歌这个网络科技的上大业者，必须为出现在因的新闻网页，也是收存的内容，甲澳洲当地新闻出版业者甲广播业者，参上一个付费的机制。
若是双方无都确定，就该由政府指定的仲裁人来决定这个计效。而参加听证会的谷歌纽澳地区代表讲，这项法规难以实行，尤其反对谷歌若伫咧收讯的结果内底列出新闻的摘要甲网址连结，必须按付钱予新闻媒体业者。If this version of the code were to become law, it would give us no real choice but to stop making Google search available in Australia. 澳洲的印刷媒体广告收入对2005年开始减少75%，估计所谓广告经费每100块的澳币有81块澳币拢流向谷歌甲面册。新冠疫情爆发了后，民众网络使用量大大增加，这种程度更加是急速上升。谷歌也警告，一旦新法来实施，1900万澳洲用户唔来减少收讯的服务 ，YouTube 的使用款也会降低。Australia makes our rules for things you can do in Australia. That's done in our parliament, it's done by our government, and that's how things work here in Australia. And people who want to work with that in Australia, you're very welcome. But we don't respond to threats. 这礼拜初，美国贸易代表呼吁澳洲政府莫通过这项法案，讲新规定明显会对两间美国企业造成伤害。全球资讯网发言人提姆·伯纳斯利表示，讲澳洲这套计划会让对全球网络无度来运作。不过，以谷歌这甲法国的新闻出版业者达成一项3年13亿美金的协议，会按照网络浏览的数据，也有资讯发布的数量来支付媒体精选内容的费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北市教育局伫下晡宣布讲，因为疫情严重，强烈建议学校甲休寒期间的毕业旅行取消，无就是延后。教育局表示讲，为了要顾全老师甲学生囡仔的身体健康，较莫去人济所在，因为会互相擘来擘去，若准是出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休寒过后大学入学的相关作业。因也强烈建议学校甲休寒期间的毕业旅行取消，无就是延后时间。讲到高中考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今仔日是头一天，拢总有12万8千人来考试。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入去考场进前拢爱除酒精、磅体温、挂水暗，而且考场内面的窗仔门也着爱拍开。这回要设一个专门予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学生专门使用考场。来帮我看一下这边哦，你可能要蹲低一点点。疫情压悬，大学学校严格执行防疫规范。对考生来讲，疫情拖上1年，准备考试特别注意社会词，背相关的英文字词，结果却无出任何跟疫情有关系的题目。也蛮傻眼的，就那些教科书上面写说什么会考疫情，还有些有的没的经济的，结果都没有考出来。英文无疫情的题目，不过运动保健新思维、地球暖化、护宅发展等等的题材是真快。作文为一张新闻的相片，描写实际景象，表达个人的想法，不少考生认为是真困难。也拿高中老师甲补习班拢讲，题目是不了有程度。写历届下来的话，会觉得这个稍微的有点小程度，就感觉有点偏高了。会被影响到的应该是前标跟均标应该会往下再掉个差不多，可能是1级左右。那英文无简单。台北市高中国文老师认为讲，国文科是这5年来上困难的，文言的比例提悬，传统国学的题目减少。第20条甲第21条的题目，结合经典古文甲管理学，可分析甲比较的能力，互考生印象真深。老师讲，以地主题来看，呼应108课纲，强调自主学习的重要。唯有自主学习、主动学习这样的知识，才能够培养学生这个知识建构是能够带得走的能力。伫咧考国文进前，阁有一个考生因为体温超过标准，封锁去防疫考试场。加上早起考英文进前的2个人，甲考英文考到一半发烧的1个人，目前有4个人启动防疫考试场。我们推测，中午应该是有考生出去用餐，然后回来以后体温就有超过标准。大考中心表示，国文科有5个人使用防疫考试场，不过其中1个人无选考社会科，所以社会科4间，也若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7个考生。是启用3间隔离市场来考试。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去到嘉义民雄视察中科院的航太园区，甲无人机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蔡总统表示讲，无人机有发展的好机会，中央也会投入资源，台湾绝对袂当输别人。公开，那它的航程可以到达我们的东南沙太平岛，是可以自供24小时。
蔡总统去假期，中科院民雄航太园区厅相关干部也未对外公开停运无人机，也公开部分功能。中科院要拓展民雄园区，蔡总统表示，建成新式高教机订单留伫本土产业链，不止创造工作机会，培养航太三零，即马各将重心放伫发展无人机。嘉义会是一个全国无人机发展上最完整的一个聚落，吸引相关的人才的进驻。也让中科院跟民间的厂商的技术可以相互的整合，结合无人机产业园区，可以形成新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并带动新兴产业升级。蔡总统表示，无人机正发展，唔通输给别人，中央也投入资源。中科院指出，台湾航空产业只占国内生产贸易0.56%，有附加价值暗过限制权，受疫情冲击的动能明显无够。无人机是伫运用上有真大发展空间。台湾人在享受我们嘉义县优良的粮食生产，是我们对我们嘉义乡亲最大的回报。我们邀集了所有全国最优秀的无人机业者，还有中科院，还有虎科大，我们一起来讨论嘉义发展无人机的可能性。江基县府有意建造无人机航太产业助力吸引人才进驻，已经提前准备，每下无人机业者规划无人机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展现家己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家己研发的日本卫星玉山卫星甲杯次卫星，准备要对着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做回发射。本地是要伫咧台湾时间21暗时要来发射，却因为系统火箭种种因素，落尾是时间改对23暗时才要来发射。判定资料就有几个参数可以告诉我们说。研究室内底生活陆续确认各种停息的运作情况，因为中央大学团队经过3年时间研发的火箭卫星，即要甲汉阳大学团队的玉山卫星，斗阵搭载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升空。可以就是实际上收到它的讯号，然后紧张就是怕就是中间会有一些出错，就是要更小心这样子。期待就是看它成功可以顺利发射，可能会有造成什么问题，应该就是会紧张这部分这样子。家己设计研发的卫星，真紧到团队验收的时刻，学生的心情真期待佮紧张。火箭号搭载小型第二层探测仪，用探查500公里远的第二层结构，监测连续卫星飞行的低地球轨道太空的天气，应用在卫星导航、通信甲遥测这领域。所谓的后5G 的那个通讯网络，有很大一部分都要改成就是用人造卫星这种平台来执行。飞鼠号所带的科学手载是我们这边研发出来，可以探测电离层结构，它也会影响就是卫星导航的那个可用性、讯号强度跟那个闪烁的那个一些相关的那个现象。要过卫星在火箭发射了后，唔是随使工作，系统要先等30分钟才发到运作，每30秒会来发出信标信号。看地面工作站是不是法度接收发送这个指令？通讯对它发送指令、接收讯号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每一天大概4次，每一次大约8到10分钟。接到卫星讯号之后，就要上传指令去确认说卫星能不能顺利接到我们的指令。然后之后呢，就要下传卫星所记录的飞行资料。对于第2节火箭的部分，有一些检查工作，就是卫星有相当多，所以大家的这个时程上可能是不是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还要了解一下。时程上必须配合主要卫星时程来做一个调整。火箭原先预定的是台湾的时间伫暗时发射，先延期到22，搁再一条美国的消息讲要等到23。太空中心指出，火箭因为侦测系统这各种突发的情形，而造成延期的情形，这也是会发生的。这阵团队面临火箭发射的最后一段路，每一个环节拢要真小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心好行，有通春也就有通用。有一位意大利神父后大福，伊长期伫咧台湾奉献，去年就捌向咱的民众报关，希望寄一寡水餡，等到伊的故乡西西里岛去。却因为最近欧洲疫情搁再夹起来，西西里岛也搁再封岛1个月。神父是搁再向民众报关这个水餡，希望协助伊的故乡来渡过难关。为车顶甲一箱一箱的水餡搬落来。已经伫台湾服务21年，意大利籍的神父后大福，顶日仔伫咧人面册铺文，因为伊的故乡西西里岛疫情了真严重，希望会当替伊的故乡，搁一届募集医疗水餡。短短3天，已经有真侪民众来响应。有许多民众打电话来，全台湾都有，对。然后有的人是亲自送来，像刚刚办公桌上的，然后有的是邮寄的，这样子，对，大家都
台湾民众很有爱心。外国面临着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意大利已经有84000外确诊的患者死亡，伫欧洲敢若比英国较少。为了防疫，西西里岛暂时宣布为即马开始封岛1个月，嘛，互原本已经真恶买、佮贵松松的翠暗变甲佮较欠缺。一片口罩是台币20块台币，所以很贵啊。疫情的状况快1年的时间，所以也是有时候人也是有困难去工作，就是没有工作就是没有赚钱，所以有一些现在有很多家庭有这个经济的困难。即届布置翠暗按算差不多10天，因为台湾目前翠暗数量充足，会当看到部分的民众是直接关一箱，也佮有的侪伙人是家己去药房领的翠暗关出来。珍贵的心意，嘛，互新妇佮一届互台湾人的热心感动，希望解除封岛了后，甲这为台湾来的爱心送回去故乡，帮助西西里岛需要斗相共的人。记者综合报道。电影听人伫咧讲，看病治疗就爱先生缘主6福。高雄中间有收一名对东南亚来的4岁囡仔，伊2019年无落因为肝的问题来到台湾治疗，想袂到手术了后2礼拜，脑部的血管出问题，致使脑中风。经过检查，竟然是罕见的疾病阿拉吉亚氏症候群。这回来台湾治疗已经是第5届啊，本地中风所引起的症头，近也已经有渐渐改善。行路虽然还无啥会知。不过，慢慢看到4岁的 Alan 会行路，心情也是有较轻松淡薄。2019年7月份，为东南亚来的 Alan， 因为身体性打道闭塞，一路远路去到高雄换肝，想袂到换肝了后2礼拜，伊个脑中风，甲几届发生暂时性欠血中风症候群，甲伤病性毛毛样病。经过基因的鉴定，才发现伊得着罕见的阿拉吉亚氏症候群，所以脑的血管有各样。毛毛样是两侧性疾病嘛，我们通常如果开右侧，难保在手术当中不会发生左侧的中风，是这个手术我们比较不容易控制的状态。如果顺利的接受完手术，其实它终身的中风发生率就会低非常多。招生外考伫2019年12月份，甲2020年3月份，替Alan做2届毛毛样的手术，加上这届会诊，这对母仔囝年半以来台湾5届。疫情的期间嘛，互这段治疗的过程更较困难，不过辛苦总算有价值。几乎崩溃，没有任何症状，根本就没有，好像那个庄医师说会有那个右手右脚会没有力啊，那个就没有。曾明荣医师表示，毛毛样病是囡仔人脑中风爱检查的原发性疾病，也就是所谓脑中风的体质。不过其实这几年来发现讲，不少大人嘛有毛毛样病。一般要透过资金造影甲血管的摄影，才会当发现或者是确诊。若发现家己正脚或者是正手会向无力，过一时就搁好去。这种暂时性欠血症候群的症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日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台湾人口负成长的问题。有学者表示讲，当着疫情，而且明年阁是虎年，可能是无够16万人来出世。因也呼吁政府就要加强生育政策，若无是20年后，台湾会面对着人口不足、加结构老化的相定危机。华山文创园区有真侪家长带囡仔出来散步，望到袂少家庭囡仔拢干那生一个尔。因为也不希望说把全部的生活都是在小孩方面，因为自己还是有自己的人生。有人认为饲囝重质无重量，也有人对大环境要请养囡仔感觉压力真重，就是经济压力太大，就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关系吧。工时可能比较长吧，那我们是还有后援，那可能不见得每个年轻家庭都有后援。民众的想法反映伫数字顶悬。去年内政部公布台湾的出生的人口数只剩16万个，搁比死亡人数17万3较少，出现负成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22号举办座谈，有学者指出，今年因为疫情关系，结婚的人少，明年过好年人口数会搁较少。今年情况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去年的结婚量，去年比前年又足足少了12000多对，大概10%，这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落差，所以今年生育量大概是16万的保卫战。
每年的人口成长，拄到16万人，敢会使守条的关卡，安怎推测生育政策？学者表示，少子化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国安问题，少年辈的观念改变是其中一个影响，政府的政策强度是另外一个。若无做改变，在2024年了后，将会拄到人口数甲人口结构减少的危机。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参观的人，大约是落三成，连旧年底才开放予民众去看的猫形元宝，也拢无啥人去看。动物园也特别制作限量版的纪念红仔，希望吸引游客来这行行看看咧。原本美伫个街后边困中岛的鸟形元宝，雄雄请过来并且新拍伫手机。参观的民众讲有够古锥的啦，虽然已经是休寒，也无落雨，暗过来参观的人无算多。捌看过团团圆圆甲元宝的阿姊圆仔第一摆出来，民众表示鸟形的一条，感觉好亲像摕一挂。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元仔刚出生那个时候，就人很多。一样跟元宝，因为其实整个过程大家应该都已经有过一次经验，所以这一次的热潮应该会差一些。2008年，团团圆圆开放参观3天无够，都有50万人次。元宝啊，出来20多天，将近10万人次。甲伊阿姊圆仔比起来，圆仔伫过年好天气的时阵超过5万。元宝上悬的人数是伫元旦假期有2万，更较明显是网络影片，圆仔互妈妈破掉的点阅率破1000万，过7年了后出现元宝只剩13万。我们都是平常心看待，一回生、2回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期待或反应。但是第2次圆生的第2胎，我们更有机会去了解大猫熊繁殖的一个困难。动物园表示，受疫情影响，去年参观人数落3成左右，今年起状况差不多济，未讲伊足悬人数，造成防疫压力。元宝出来了后，虽然还未出现盛放空前的参观人潮，不过医院为伊打造限量版的风筝红仔，希望替制作话题冲人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蒜头价销，伫去年9月卖出去每公斤超过330块的价销。目前进口蒜头也已经来到台湾啊，蒜头的价销会渐渐回稳。市动农会表示讲，过年了后，台湾的蒜头特别采收，若准收成好，价销会更较稳定。去年蒜头起大价，9月起价1公斤33，创下历史新高。因为检调单位稽查，敢有人挑剔吨蒜头。不过，近来蒜头顺利进口，蒜头价销嘛渐渐落转来。目前西螺果菜市场的价销，蒜头是10公斤215块。政府有开放进口的蒜头啊，所以从12月初2开始维持蒜仁1公斤200块。蒜头1公斤250块。即卖嘛有进口，即卖做会较落啊，嘛咱遮嘛是拢无啊啦。市动农会表示，去年蒜头价销的大起，主要是因为气候害收成歹，佮因为疫情影响蒜头进口量少，价销才会大起。不过，即阵进口蒜头充足，今年若气候稳定，蒜头继续成长，价销就会更较稳定。现在目前的这样的天气，其实是对于我们赤桐的这个欧尤亚的蒜头是最适合它，大概20度的这个左右的整个生长环境。再来，如果是过年的期间前后，南风如果下来以后，我想对于我们蒜头的结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市动农会表示，混入蒜头产量甲面积占全国9成以上。不过，去年蒜头价销贵，加出500公顷种植，等到旧历过年过，蒜头开始会当慢，价销就会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区监理所最近咧办100年特典，真侪时代伫遮看到古早时代敢若有数字、无英文号码的车牌，因也拢讲真怀念。这个是机车的驾照，所以它章是盖在机车。如果货车，它是加盖货车。这张民国62年以前的驾照，会使看到迄时阵，无论汽车还是奥多摆，全部拢用同一款驾照。有的车牌号码完全是数字，佮有的顶悬有新的数，还是台湾省的字样。真侪时代看到，拢讲真怀念。我们小的时候坐台车，坐那种头跑出来那种客运车，我们小的时候都在坐嘛。让老一代的人会回想老一代的东西，
真的有价值。73年以前那我们的都是用阿拉伯数字的前3或4前3或4的号码来显示。现场阁展出真侪珍贵的老相片，亲像古早用连列塞的车啊，阁有插口做的客运车厢，对这老相片内底。袂使看到时代的进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我们号牌的一个演进。那还有一个在1楼这一个地方，我们也展示桃竹苗这一边，我们有这个100年的这一个客运的发展的这一个过程。除了展览，新竹监理所把邀请书法老师在现场写毛笔送春联，让民众提早感受过年的气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屏东大学有一位脑性麻痹学生蔡东林，伊无受到身躯顶先天的障碍，说是颠倒真介意，也真拍拼咧学习。学校为着要帮助这个照顾伊的家长，会当照顾伊的生活起居，特别提供宿舍，互民因母仔来住，互蔡东林会当顺利完成读大学的梦想。来，慢慢等，没关系，慢慢等。家囡仔扶咧，带伊一步一步慢慢啊向前行。这是屏东大学一位脑性麻痹的学生蔡东林，甲伊的阿母王淑萍。校方为着要帮助家长更较方便照顾囡仔，也特别提供无障碍的爱心宿舍，互因省真侪交通时间，通更较专注伫咧学习。有上进学习的心，愿意全心全力的来陪伴跟他的一个成长跟学习。所以东林的妈妈，她也得到第27届的全国爱心妈妈奖。虽然蔡东林自细汉就因为脑性麻痹，无法度讲话沟通，手袂当举笔写字，脚嘛无法度好好啊徛咧甲行路。毋过透过王淑萍的设计，制作真侪适合蔡东林使用的拍字等等的生活工具。老师嘛特别纠正蔡东林考试的时间，互伊毋免因为身体障碍来放弃读大学。跟东林一起学习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友善、很和善，这样老师们都很好。同学真的很棒，课堂上表现还不错，但是作答有点慢，所以我考试的时候都会延长他时间。然后他跟同学也相处得非常好。虽然对蔡东林来讲，这条读大学的路行起来有较辛苦，不过伊家己是拢真乐观，还佫有阿母甲学校的老师同学来甲斗相共，会当减轻真大的负担。蔡东林嘛希望除了本科的国际贸易课程，未来佫会当愈精进电脑资讯的专业，伫大学满足各种对学习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2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